在《血庄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当中有不少痴情人，像曹长钦、李淳罡这样的顶级宗师，也因为情字困了一生。不过要说原著当中最痴情的人，就不得不提等了徐凤年800年的洛阳了。洛阳可以说是整个《血庄悍刀行》最霸气的女子了，她的真实身份是800年前的大秦皇后。在当年大秦皇帝还未称帝时，洛阳也只是一个在田间劳作的普通女子，陪着她安心的过着寻常人间的日子。后来她起兵开始打江山，洛阳也一直陪她一起，是她身边的贤内助。天下大定后，称帝后的大秦皇帝冒着天下之大不韪，以她的名字洛阳来命名国都，足以看出两人之间的感情有多深。作为大秦皇后的她，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子，但她不在乎这些身份，只在乎她是否爱他。这种恩爱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，一名名为胡的女子，胡就是江泥的前世，被当成贡品送入了大秦皇宫当中。秦皇对这位女子宠爱有加，夺走了原本属于洛阳的宠爱，更是为了博这女子一笑，点燃了1800座烽火狼烟，私下里带着那个女子在瞭望台时说出了一句，说出了寡人一统天下后，终于可以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话。这句话在后来也是传到了洛阳的耳中，点燃了洛阳心中的嫉妒之火，于是便暗中一杯酒赐死了胡。当时的胡已经怀上了秦皇的龙胎，得知这个消息后的秦皇大怒，下旨皇后死后不能和他同穴而葬。洛阳也是因此抑郁而终。而当初秦皇曾派方士去海外寻找长生药，方士带回的2枚长生药，一枚被洛阳给毁了，另外一枚则是被他藏在了丽珠当中。洛阳死后，或许是出于愧疚，秦皇将丽珠赐给了洛阳，让他口衔丽珠入关。其实他早就知道长生药在丽珠当中，洛阳因此活了800多年。这么多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在寻找秦皇的转世，寻找了800年，找到了这一世的徐凤年。徐凤年曾在游历北莽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姿色90文以上的女子。此时的他还不知晓，这个女子竟然是自己前世的老婆。洛阳口衔丽珠活了800多年，到了徐凤年这一世，游历北莽的徐凤年遇到了一位名叫黄宝庄的女子。黄宝庄就是洛阳的替身。在徐凤年将镇压洛阳的丽珠给拿出来后，洛阳苏醒了，黄宝庄死了。苏醒之后的洛阳成为了北莽的魔头，在北莽挑战各路高手，2次孤身杀穿北莽，直到杀到了北莽皇宫之前，实力之强，比肩北莽军神拓跋菩萨。在北莽击败红净岩后，洛阳坐上了天下第4的位置，前3则是王仙芝、拓跋菩萨、邓太阿。洛阳一路挑战，2次战平拓跋菩萨，将他等待多久的神兵给摧毁，让拓跋菩萨失去了境界上升的机会。邓太阿游历北莽的时候，洛阳和他在敦煌城对上，2人大战一场，丽珠被邓太阿给击碎，稍稍败给了邓太阿一筹。随后他成为了魔教的教主，在逐鹿山和陆地神仙巅峰的前任魔教教主刘松涛大战了一场，刘松涛以寿命为代价，使出了自己的巅峰一剑，刺穿了洛阳的身躯。只不过洛阳因为没有心，所以这一剑没能杀死他，刘松涛败了，不再和他争夺魔教教主的位置。徐凤年遭遇柳松师和宋念钦的截杀，关键时刻洛阳现身，一人对上黎阳2大高手，接下宋念钦13剑后，宋念钦对战中悟出了第14剑，地心一剑既出，柳松师配合这一剑重伤了洛阳。就在2人都陷入危险的时候，大秦皇帝苏醒了。在《血庄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当中有不少的人因为情字困了一生。不过要说原著当中最痴情的人，就不得不提等了徐凤年800年的洛阳了。洛阳重伤后，柳松师乘胜追击，又使出一击。就在洛阳危急的时候，徐凤年挡下了这一击。为了脱离困境，洛阳将自身的修为渡给了徐凤年，没想到因此激活了徐凤年前世的记忆。800年前的大秦皇帝再现，实力暴涨的徐凤年击退了柳皓师后，又和王仙芝对了一掌。王仙芝走了后，他将修为还给了洛阳，只不过这一来一去，让洛阳的实力下降了2成。再度见到了自己想念了800年的人后，洛阳和徐凤年约定在洛阳城再见，之后便离去了。下次再见就是在巨北城一战当中了。洛阳作为18宗师之一，在战场上不要命的厮杀，一人独守一面城墙，最终一战结束，洛阳活了下来，北凉30万铁骑战死，但北莽的大军也没有突破这座巨北城。徐凤年完成了自己守护中原的承诺，而巨北城在这场大战结束后也改名成为了洛阳城。结局中虽然没说洛阳最后如何了，但大概率是和徐凤年一起隐居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